此后2023年1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族群的新生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创世纪第10章第1节到32节。下面是挪亚的囝闪含雅弗的后代。大水以后，因有生囝儿孙。雅弗的囝是哥灭、马国、马代、雅完、土巴、米色、提拉。哥灭的囝是阿斯基那、利法、多加玛。雅完的囝是以利沙、塔斯、基提人、罗德人。这人的后代照因的语言、宗族、邦国分散徛起伫沿海地区。含的囝是古实、埃及、弗、迦南。古实的囝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撒弗他、拉玛、撒弗提加。拉玛的囝是示巴、底但。古实阁生宁录，伊是世间第一个勇士。伊因为上主的帮赞，诚做熬帕拉的勇士，所以俗语讲：愿上主互你诚做一个亲像宁录遐尼熬帕拉的勇士。宁录统治的范围大省是西奈地区，包括巴别、伊勒、阿甲、甲加尼。后来扩展到亚述，伊有去做尼尼微、利荷别、加拉，以及伫尼尼微甲加拉中间的大城利显。埃及生罗地人、阿拉米人、利哈比人、纳弗托希人、帕斯多塞人、加斯罗希人、甲加菲托人。菲利斯人是这族的后代。迦南生大囝西顿甲赫。亚布斯人、阿摩利人、吉加萨人、希比人、阿基人、西尼人、阿瓦底人、西马利人、甲哈马人。后来迦南这个族分散真快。迦南的境界是对西顿往基拉尼的路到加萨，搁往索多玛、蛾摩拉、阿玛西边的路到拉沙。这就是含的后代，搁照因的宗族、语言、土地、邦国徛起。雅弗的兄哥闪是希伯全族的祖先，嘛有生囝儿孙。闪的囝是以兰、阿述、阿法萨、罗德、甲阿兰。阿兰的囝是乌斯、胡勒、基帖、甲米色。阿法萨生撒拉，撒拉生希伯。希伯生两个囝，一个叫做法勒，因为伫伊的时代人分散伫逐所在徛起。法勒的小弟叫做约旦。约旦生阿摩达、撒列、哈萨马菲、亚拉。哈德兰
乌萨、德拉、俄巴罗、阿比马利、示巴、俄回、哈回拉、约巴，这个拢是约旦的囝。因徛起伫米沙到西法东边的山区。这个是闪的后代，因照家己的宗族、语言、土地、邦国徛起。这个拢是拉的囝的宗族，搁照因的世系建立家己的国家。大水以后，因伫地上分做真侪邦国以上。族群的新生活，创造的故事，伫大水以后开始另外一个新篇章，也通讲是人类的全新开始。大水以前，上帝拣选那一家，互伊创造的万有通得到保存。大水以后，那一家正做创造的延续。按照上帝的应允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创世纪第10章详述那阿的三个囝闪、含、雅弗的后代，甲因各自繁衍产生的族群和国家。雅弗的后裔，徛踮伫现今的伊朗、西班牙、土耳其甲地中海的小岛等等的地方。含的后裔，住踮伫现今非洲阿拉伯半岛、美索不达米亚甲巴勒斯坦。闪的后裔，因踮的地甲含的后裔有真侪的所在是顶塔的。因的后裔因为所住的所在无同，正做各自所在的地区、逐族群、逐国的人的祖先，各有属于因家己地区的生活特色。创世纪对这个族群后裔的记载，拢是用各照因的宗族、语言、土地、邦国徛起做段落的结尾。对遮，咱看到无同地区的族群有家己的生活方式。人类毋是只有单一的族群，是有多元的族群，对点到面分线徛起，展现无同的生活方式甲文化。大水以后，因伫地上分做真侪邦国。经文中所记的人，检测无法度准确对应到现今世界逐族群，却互人看到无共族群甲文化同款是受到祝福。现今，咱还通伫多元族群的环境下，继续感受上帝创造的丰富。特别伫台湾，除了原本就有的多元族群，今年还有国际移工甲新住民加入，也增添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。有时阵，无共族群之间检测会因为文化差异、互相无了解，也是产生冲突。总是无共款族群的互动增加，也互人有更较侪彼此欣赏、互相了解的机会。大水了后，上帝祝福人类，互因的后代遍满全地，互逐族群伫伊创造的世界生态延续。今仔日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，毋管人踮伫世界倒一个角落，周围拢无搁再是单一的族群。踮伫这多元的世界，人通自由自在往来交流，体验无共的文化生活，欣赏彼此的优点，包容彼此的缺点，也袂当强欺辱、压迫别人，简单会当有一个
单一的认同。上帝创造的世界是遮尔啊丰富，咱却常常因为家己的眼光狭浅，只靠看袂到别人的水。多元佮丰富的文化是上帝美好的创造，也是伊的祝福。愿咱会得伫这丰富佮多元的新世界，因为共存、共荣、共赢，创造出更加丰富的新文化，互新世界甲新人类族群的故事传承落去。默想，我愿意用学习的心，伫新住民甲国际移工的身上，看见上帝创造的文化之美。我愿意用学习的心，伫新住民甲国际移工的身上，看见上帝创造的文化之美。咱来祈祷，创造多元族群文化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徛起踮伫台湾，有真侪机会接触到无同的族群甲文化。求你帮助我，会通欣赏无同族群，毋是用本身文化的思考批判对方。求你互我的眼光更较开阔，持续看见你美好的创造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